嗯，好，咱时间到，咱做伙来祈祷。主必听台湾的天父，阮伫你的面前，搁一摆透过网络来自责，恳求主你来帮助阮，阮会当有你的智慧来明白，主你透过保罗所要教示阮的代志，也将阮的教会用敬交托你的手中。阮伫明仔载有街头的报佳音，伫老街也有圣诞节的布置，圣歌队加班的练习后日阮要举行圣诞的赞美感恩礼拜，也恳求主你的圣神来甲阮三甲地内来接纳阮所献的，伫你的面前来诚做你用光你性命的一个工作，恳求主你即时甲阮三甲地内，也阮会通有你圣神的智慧来了解、来明白，搁将阮家己来摆咧伫你的面前，安尼恳求，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求，阿免。好，咱今仔日要来甲罗马书第3章来完成啦吼，21节到31节。咱要来看伫接续了后，保罗咧讲的代志吼。伫即内底，咱分做两个段落吼。罗马书第3章21节到26节，然后伫27节以后吼，搁另外一个段落吼。好，咱来大概来看啦吼。第一个，保罗咧讲到一个合宜的关系，就是这个合宜的关系，是上帝所赏赐予咱的恩典，也是讲伊的旨意，也是讲其实这是一个基督徒信仰一个根本啦吼。有伫福音书的记载，有真侪人想要跟对耶稣，伊想要看新约，但是因无去注重甲上帝迄个关系哦。所以合宜的关系，咱若针对保罗的神学批信来看哦，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基督信仰的一个基础。也咱伫今仔日的经文内底，就开始讲真济吼，伊伫咧讲到即个部分啦吼。保罗伫即段的批信中间，就咧讲到上帝指示，也是讲伫原文的意思是讲显示一条路，即条路就是要来行甲上帝有合宜的关系。是安怎咱会讲合宜的关系是基督信仰的一个基础？咱知影耶稣基督伊降生，伊的名叫做以马内利，就是上帝同在吼。若无有合宜的关系，这个同在就无存在的意义啦吼。所以罗马书第5章第10节，保罗嘛安尼讲着讲，迄个合宜的关系的概念。第10节讲，因为我们做仇敌的时候，且借着神儿子的死与神和好，既已和好，就更要因他的生而得救哈。所以咱咧讲的和好的关系，就是另外和合本咧讲的迄个合宜的关系、合宜的关系啦吼。甲上帝重新和好吼，这是一个真合宜的这个关系吼。伫5章第10节就讲真清楚吼，这个部分吼，这个字毋对吼。好，甲上帝和好的关系是咱透过耶稣基督的救恩所赏赐予咱的哦。所以11节讲，不但如此，我们借着
我主耶稣基督与神和好所以是透过耶稣基督，不是因为咱家己，嘛不是任何的方式，也是讲甚至信者信者是一个管道，一个方式，但是不是目的所以正着安尼，咱用掠上帝做咱的欢喜这是迄个合宜的关系，也是讲和好的关系21节咧讲到上帝指示啦讲现在上帝已经甲咱指示，咱毋免靠着律法，会当甲伊建立合宜的关系。律法甲先知拢为着这做见证即内底有几个概念。第一个概念就是讲，无搁再靠律法啦搁来合宜的关系是即个透过耶稣基督的恩典咱会去讲到搁来讲律法甲先知拢为着这做见证这是真特别的一个神学的思考啦伫今仔经文最开始的时，伊就讲上帝的指示啦这是一个被动的去互人显明出来迄个意思啦讲上帝要显明伊的救恩，也是讲伊的旨意咱讲的是被动的也是讲即个伊是咱是因为上帝主动，互咱会通看见伊的意思所以伫这所在伊就用安尼做开始啦咱知影伫基督徒得到这个救恩的这个概念内底，基本上拢是被动啦。比如咱讲因信称义啦因信称圣啦称圣这拢是被动的拢是被动的较特别的是讲，毋免靠律法啦伫保罗的观念中间，就是对伫耶稣基督的救恩这个信心，还未来进前律法有伊的功能，就是诚做咱的监护人帮助咱，互咱袂去惊歪纸所以咱若用安尼概念倒转来看出埃及记20章，迄个10条戒律咧颁布的时阵，就是安尼嘛，咧调整因调整因的生活，袂当偏离，着爱敬拜上帝，敢若只有上帝尔，袂当拜偶像，袂当偷窃袂当犯奸淫，袂当杀人，等等这拢是咧甲因敲倒转来做监护人就讲你做毋对紧来扭倒转来就是安尼但是保罗的神学真清楚，当耶稣基督的救恩透过咱相信以后，咱就无搁再需要律法来甲咱牵制，是因为咱的性命对内面受到改变，亲像哥林多后书5章17节所讲的，人若伫基督内底，就成做新的人旧的就拢完全过去用这个概念在讲的所以保罗伫遮真清楚甲咱讲，毋免靠律法也是讲伫现代中英文的翻译讲与法律无关所以意思是讲跟上帝和好的关系跟法律无关这就是咱伫前摆咧讲到这个3章的头前的时阵，咱就知咧讲保罗开始咧从这个因信称义的概念，一直咧放伫即个内底，一直咧讲。伫遮更较清楚，甲律法无关甲啥物有关？当然就是甲信心、甲相信有关系啦也因为即句话，所以犹太人对保罗足袂谅解，也是讲真对伊足受气啦因为伊讲安那，即个甲上帝和好的关系是甲对律法分离啦甲律法已经无关所以咱会当看会讲，保罗当初是受犹太人的控告的罪名，就是咧讲到伊安那，伊看轻，也是讲叫人莫去相信律法所以咱伫即个使徒行传21章28节经文安尼讲，以色列人来帮助，这就是各处教训众人，
召见我们百姓和律法并这地方。他又带着希腊人进殿，污秽了这圣殿。咱知影因用安尼来控告保罗是违反，也是讲背叛摩西律法的人安尼啦。所以犹太人因深深相信，只有律法会当互因甲上帝和好。所以是必须爱接受的，咱讲的死守啦。修甲安尼拢一点仔拢袂当走闪的安尼好，伫即节21节的后壁讲律法甲先知的见证啦。伫保罗神学内底一直咧强调旧约，讲弥赛亚的救恩。旧约大概有几个啦。律法书、先知书、诗篇，这上重要的。所以保罗伫这所在咧讲律法甲先知的见证，意思是讲律法甲先知一直咧预言耶稣基督的救恩要出现，将来就无需要去靠律法，无去靠律法。所以这个弥赛亚的这个救恩的预言，像咱咧讲福音发展的一个过程的中间，毋是忽然间出来。耶稣基督毋是卜一个咱细汉时定家长拢会讲你石头逼出来，毋是安尼是一直伫旧约，一直有先知律法，一直咧预言上帝要找一个新的王，要成做世间人的救赎。所以永生上帝的囝是对旧约先知甲律法就已经存在甲见证的。我有放几个罗马书的经文咧讲到这个概念，也是讲保罗一直有几啊摆来引用提到着这个观念，就是讲有律法甲先知的这个预言。我放伫遮，咱有时间才家己来看，咱无就无爱一个一个来读安尼啦。好，伫这个所在咧讲到上帝的公义啦。伫台语汉字甲现代中文本拢无将这个公义这个字来翻译出来。咱来看经文倒转来看经文经文写现在上帝已经甲咱指示咱毋免靠律法会当甲伊建立合理的关系。律法甲先知拢为着这做见证，拢无讲到这个伫遮嘛看，这跟法律没有关系。摩西的法律和先知们都这样见证但是伫原文有这个字，就是讲上帝的公义啦。上帝的公义，也是讲这先知甲律法一直咧见证的，这是透过上帝公义所赏赐互咱的一个救恩，透过耶稣基督这个公义就是透过耶稣基督来成就，毋是律法会当达到的一个方向安尼啦。这甲咱补充伫这段的经文内底无翻译出来的物件好，22节甲24节咱经文来看甲上帝建立合宜的关系是通过信耶稣基督所以伊伫遐咧强调解说21节所咧讲的上帝安尼对待所有信基督的人拢无差别咱来看佮稳重一个拢无差别保罗足强调这个概念拢无差别因为所有的人拢犯罪包括啥物人？包括犹太人，包括外邦人这是伊伫咧讲的一个物件至高上帝的荣光未得到，毋过上帝对上帝所赏赐白白恩典，通过基督耶稣完成的救赎，人通甲上帝有合宜的关系。咧讲到这个离开上帝啦，离开上帝，犹太人嘛会，外邦人嘛会，互上帝的荣光失去光明，过来透过耶稣基督白白的恩典，咱讲白白得来的，到底真正是白白得来吗？是咱毋免付出代价，但是耶稣基督付出真重的代价，咱这个概念就爱真正确、真清楚啦所以
这是伫保罗的神学内底一直强调旧约咧有言弥赛亚的救恩，这真清楚的一个讲法，嘛是圣经内底一脉这个连续咧讲的物件吼，所以毋是新的吼，咱拄则已经讲着好，来是借着耶稣基督20到24节所咧讲的，伫即个内底有两摆讲通过耶稣基督，还是讲借着耶稣基督，这是福音的中心啦吼，福音的中心是保罗神学主张的一个精神吼，所以基督的信仰追求的人来讲，这是新的上帝公义彰显的一个概念的基础但是伫犹太人因无法度接受这个物件吼，特别是当比着咧告白讲耶稣是基督永生上帝的囝的时阵，因更较无法度接受，因的头壳底讲这个人因老爸是咧做肉的哪有可能是弥赛亚吼？迄种因无法度接受吼，一个新的概念伫这个所在吼。伫拄则咱讲着，特别有讲着即个无有差别吼，无有差别。伫罗马书咱对开始读到呾有两个角度，就是讲，第一个角度咧讲着上帝的救恩是无有差别的对象，伫即个所在咧讲着人的犯罪嘛无有差别吼。咱伫即个罗马书第2章的时阵嘛有咧讲着吼，即个部分吼，但是咧讲方向较无啥共款啦吼，所以受到罪的捆绑，歹势即个字嘛毋对吼，受到罪的捆绑吼这是无论犹太人还是即个外邦人拢共款吼，所以人拢有罪啦吼，人拢有罪吼世人都犯了罪吼咱知影伫电报条定定看到吼。讲世人都有罪吼，但是你要用即句话去共传福音吼，较困难啦，因为台湾人较无法度接受即个观念这爱需要有解说啦吼。咱知影人拢有罪，是因为人离开上帝，咱无对伫正确的目标吼，这是希伯来文对罪的看法嘛吼，所以讲。咱拢无法度对中目标的时阵，咱拢会犯罪，拢会离开上帝，无有甲上帝这种合意的关系，所以就爱透过耶稣基督的恩典倒转来迄个关系，事情的关系内底吼。所以因为咱有罪，所以咱就亏欠着上帝的荣光啦吼。这是伫经文内底这段的经文嘛，算是足有名吼。咱常常咧讲的物件吼，亏欠了上帝的荣耀吼。好这有两个物件啦吼，第一个是亏欠，第二个是上帝的荣耀啦吼。亏欠原文的意思是讲短缺啦吼，实际意思是讲你已经失去啊吼，你已经失去啊，已经无啊，本来你有但是已经因为你离开上帝所以就无去啊吼。路加福音15章14节讲吼，既然耗尽了一切所有的，就遇见那地方大遭饥荒哈，就穷苦起来哈，就穷苦起来。好，这个穷苦起来，咱这个故事基本上甲保罗咧讲的代志是无啥关系啦吼。咱知影路加15章是咧讲着浪子的故事吼，但是伫这个所在的穷苦起来，原文就是这字啦吼，就是这字哈。下底拢太吼，这个物件吼，这个就是讲你欠缺，这是共字啦吼，意思是讲，伫咱的心上，上帝阳光就送向起来安尼啦，吼，你若照原文咧讲的讲法就是安尼吼，就是讲，咱已经甲上帝阳光等于杀去啊，吼，迄足严重的啦吼，所以第二个就讲上帝阳光，上帝阳光是虾米意思啦吼？毋是。毋是咧讲人的意思吼，是讲透过上帝互咱的荣耀吼，这个甲头前咧接做伙时阵，就是讲咱已经甲上帝荣光拍无去啊，也是讲咱欠上帝荣光的债吼，所以当咱无有甲上帝有合意的关系时阵。简单来讲，上帝无伫咱的中间啦吼，所以今仔日一开始牧师就咧讲
耶稣基督伊降生的名叫做以马内利。当上帝踮伫咱的中间，咱就甲伊有合宜的关系。当上帝踮伫咱的中间，咱就有伊的阳光，这是迄个概念这一个真清楚的概念。咱的性命就有光得照，因为耶稣基督嘛讲，我就是世上的光出来及记16章第10节讲，亚伦正对着以色列全会众说话的时候，他向旷野观看，不料耶和华的荣光在云中显现这是伫整个的圣经内底足强调一个脉络这真清楚。上帝阳光照伫咱的中间，咱就要得到启示、引带、保守、照顾。出来记24章16节讲，耶和华的荣耀停在西奈山上，云彩遮盖山6天，第7天从云中召摩西。所以这个云嘛代表上帝的荣耀，嘛代表上帝的临在出来记40章34节讲，当时云彩遮盖会幕，耶和华的荣光就充满了帐幕这嘛是咧表达上帝同在所以上帝同在基本上就是咱咧讲信仰的中心点啦列王上卷第8章11节讲，甚至祭司袂通徛在供职不能供职，因为耶和华的荣光充满了圣殿。当上帝的阳光迄个云彩充满伫圣殿内底的时阵，就无需要阁有祭司啦。是安怎古早需要有祭司？因为人袂当亲目睭去看到上帝的荣耀这是有差别的好，哥罗西书第1章11节，保罗的话讲，照他的荣耀的全能，得以在各样的事上面呢力上加力，好叫你们凡事欢欢喜喜的忍耐宽容好，24节咧讲到白白恩典啦但是就是讲，这个白白恩典是咱白白得到，因为咱毋免付上代价。但是毋通袂记住，这个物件是耶稣基督付出真重大的代价，才会通互咱得到白白恩典所以基督的救赎到底是啥物就是咱咧讲迄种对保罗咧讲这罗马的背景，就是讲亲像奴隶受偷绑。得到自由也好那亲像伫旧约咧讲到以色列人爱有这个安息年，第7年的安息年，就爱甲奴隶甲放互伊去自由同款出埃及记21章第8节主人选定他归自己，他若不喜欢，就要许他赎身。主人既然用诡诈待他，就没有权柄卖给外邦人这咱要讲伫旧约嘛咧讲到这个自由身所以讲伫这个所在咧讲到救赎这个物件伫基督教的信仰内底经典内底其实是足明确的。伫这个旧约这出来记摩西的教示内底就已经真清楚咱去看但以理书第4章34节。日子满足我，尼布甲尼撒举目望天，我聪明复归于我我便称颂至高者，赞美尊敬活到永远的神就是讲这个复归嘛是同款我的聪明得到自由无搁再胖起去申命记第7章第8节，只因为耶和华爱你们，又因要守他向你们列祖所起的事，就用大能的手领你们出来，从为奴之地救赎就是得自由的意思啦以赛亚书51章11节咧讲到，耶和华救赎的民必归回，歌唱来到锡安，永乐必归到他们的头上，他们必得着欢喜快乐忧愁叹息尽都逃避这救赎的民必归回归回意思就是讲受掠去做奴隶，即马归回就是自由嘛得到讨放
罗马书第8章23节，不但如此，这是我们有圣灵初结的果子，也是自己心里面的叹息，等候得着儿子的名分，乃是我们的身体得赎。得到囝的名分的意思，就是讲无搁再做奴隶，无搁再做奴才，是得到讨棒，得到自由，得到救赎。希伯来书第9章15节，为此他做了新约的中保，既然受死赎了人在前约之间所犯的罪 ，OK， 死了，受死，这是咧讲耶稣基督赎了人，就是讲借着伊的死来互人得到自由，这个概念是安尼啦，还有其他的经文我都无伫这个所在讲吼。再来，咱看到迄个赦罪之恩啊，下罪的恩典啊，是上帝所差遣耶稣基督。经文来讲，上帝立耶稣做赎罪祭啊，通过伊的死，互人对神来得到赦免。上帝用安尼来显明伊的义，伫过去伊用耐心对待人，宽容因以前所犯的罪吼。上帝所立伫这个现代中文用不讲，上帝不惜牺牲耶稣啦，是讲上帝差遣耶稣去做这项代志，什么代志？为着人的罪像十字架牺牲伊家己安尼。所以原文的意思就是讲，上帝差遣耶稣基督伫咱的头前，成做咱的救赎啦，咱是讲，比如讲，若有人咧冤家啦，啊，就有一个人徛伫你的头前，甲你的对敌徛做伙，讲你迄个咱台北市古早的一个议员定定爱讲的 over my dead body 啦，你着对我身躯行过，你才会当安尼。意思就是讲，伊要为着伊后壁面这个人牺牲所以这是耶稣基督，伊为着人来牺牲伊的性命，互伊伫后壁来接受伊的救恩的人，拢会当得到救赎，得到自由所以伫这个概念的中间，保罗伫以弗所书第3章11、12安尼讲。这是照着神从万事以前，在我们主耶稣基督里所定的旨意。上帝立耶稣，就是他的旨意，伊的旨意。提摩太后书第1章第9节到第10节，神救了我们，以圣召我们，不是按我们的行为跟律法是画上等号的乃是按照他的旨意和恩典。这恩典是万古之先就是保罗咧讲的律法甲先知拢咧有言，拢咧证明耶稣基督就是咱的救恩万古之先的概念是安尼所以在基督耶稣里赐给我们的这就是伊的救恩嘛但如今借着我们救主耶稣基督显现，才表明出来。他已经废去，把死废去，借着福音将不能坏的生命彰显出来。加拉太书第3章第1节讲，无知的加拉太人耶稣基督钉十字架牺牲嘛已经活化你们在你们眼前，谁又迷惑了你们所以伊的借着伊的死来想赎我这个是赎罪祭啦耶稣基督用伊家己的身躯的血来正做赎罪祭，咱讲伊就是迄个大罪的羊羔大罪羊羔对倒位开始，就是对亚伯拉罕，上帝要求伊去献以撒，伊就甲以撒讲行，咱来献祭，因囝甲问讲羊呢？伊讲已经准备好伊就去的时阵看只羊伫遐代替伊的囝，所以迄个代罪羔羊的概念是对安尼就已经伫这个经文内底拢一直咧甲咱讲啦这个血就是代表死亡啦借着伊的流血的牺牲，耶稣的血伫传统来认知，就是讲好那伫这个祭坛中顶悬底压这个血旧约的献祭。
需要亚会伫即个祭坛顶悬来表明也表明。那天主教甲东正教伫即现代的仪式中间，因有咧亚即个圣水嘛是大概是即个意思，就是上帝耶稣基督的救恩临到每一个叫亚着的人的身上安尼好，这个基础是啥物？是因为相信啦，毋是因为因行偌好律法背偌好势，毋是安尼，是因为相信耶稣基督。所以这个带领咱倒转来伫约翰福音3章16节咧讲诶，叫一切相信伊诶人，未至到灭亡，得到永生好。伫宽容诶，即个中间，咱着知影讲，上帝来赦免咱体会咱诶软弱好若亲像保罗嘛安尼讲，你毋好想讲上帝还未到，救恩还未到，是伊咧等候咱每一个人拢得救，无爱有一个人沉沦迄是宽容迄是宽容用安尼，互咱虽然离开伊，得罪伊但是犹原会当透过相信伊来得到救恩26节，要伫现今即个时显明伊家己是义，过互信耶稣的人甲伊有合宜的关系显明伊家己是义，是咧讲上帝的公义咱伫头前咧讲台语甲中文无翻译出来的物件，伫即个所在已经有出来所以咱来看讲，伊伫即个所在的翻译的编辑无啥共款啦伫25节甲26节，台语甲华语现代中译本的编排无啥共款安尼这大概咱看知影了解伊次序上面无啥共款安尼好，搁倒转来讲上帝的义，咱拄则已经有讲着头前无翻译出来。上帝将独生囝耶稣基督做牺牲，诚做大罪的羊羔献祭，为着要来彰显伊家己的义。伫大笔的诗篇23篇内底，伊讲为着伊的名，因带我行义的路就是因为上帝的公义因为上帝的公义，所以上帝做这项代志安尼好，信耶稣的人就是讲。伫透过25节咧讲，耶稣基督所献的赎罪祭，互人会当甲上帝重新建立迄个合宜的关系。所以，即个人是有条件限制牧师定定咧讲特别是约翰福音3章16节到18节讲，叫一切相信伊的要相信才有用你若不相信，那就没机会了安尼好，合宜的关系咱就知影咱头前已经有讲着，合宜的关系是透过耶稣基督的宝血赎罪祭合宜的关系就是佮倒转来伫上帝的同在内底，佮倒转来伫上帝的即个荣耀内底啦好，罗马书第3章27节到31节到底有啥物通好夸口的呢？27节的经文讲，那安尼咱有啥物通好夸口？这互咱带咱转去伫2章伊讲拢无靠什么法则，靠行为是无，毋是，是靠信的法则所以伫27节迄个因信称义，否定因行为称义，这个已经足清楚伫这个所在出来伊讲我们啦咧指什么人？这个咱咱有啥物通好夸口？你若对2章来讲，这个夸口的人是犹太人啦不过我相信这保罗嘛甲家己藏伫犹太人内底，伊知影伊伫即个咧甲人辩论的中间，特别强调伊的身份，讲伊嘛是犹太人，伊是即个法利赛人中间的法利赛人伊是大师傅的学生等等安尼保罗伊无否认伊家己犹太人的身份真清楚。当然，伊上时伊嘛是罗马人的身份啦所以伊就感觉讲，上帝甲伊摆伫即个福音的工作顶悬，是有上帝的意义。就面对犹太人，伊伫迄个所在来提出伊的教导。另外，伊会当用
外邦人的身份，去了解外邦人、罗马人的想法，啊，将福音来带互因吼。伊讲，咱有啥物通好夸口的吼？保罗回应即个罗马书第2章第1节到11节吼，咱会当倒转去看迄个讲义吼，伫迄个所在所咧写，无有啥物通好夸口的吼。伫原文咧讲吼，boast 就是讲你足吹牛就对啦吼。你无有啥物物件通好去分家规个啦吼。所以世间人、犹太人拢会犯罪吼，即头前写的吼，咱拢亏欠上帝的荣耀。你有啥物通好夸口的？有啥物通好分家规个无啦吼？所以《加拉太书》第6章13节，咱看到保罗伊讲的吼，他们那一些受割礼的，连自己都不守律法。他们愿意你们受割礼，不过要借着你们的肉体夸口。哦，你看阮足够的啊！你看因都拢去行割礼啊，安尼吼。啊，有，咱有当时啊，咧看一寡教会，就定定咧宣布讲哦，因今年有几百个人啊，几千个人咧洗礼。啊，但是你若去看内政部基督徒的统计，拢无增加啊，吼，拢无增加。啊，到底迄洗礼是伫安怎？咱实在是无啥清楚啦，吼。迄感觉上就有一点像保罗伫这个所在所咧讲的吼，咱透过别人行割礼咧夸口，吼，敢有即种的可能性啦，吼。好，保罗讲吼，拢无啦，拢无啥物件通好夸口的吼，无啥物通好分家规啦吼。加拉太书6章14节伊讲吼，但我断不以为夸口，只夸我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哦，这是一个足深沉的信仰的表达啦吼。我拢无啥物通夸口的，我无论做啥物代志拢无效，只有耶稣基督十字架的救恩，才是通好夸口的代志吼。所以伊后壁就咧写得足清楚的讲，如今活着不再是我，迄个概念伫这所在已经得出来了吼。写互哥林多教会的批信的中间，伊嘛是安尼讲了吼。如今经上说，夸口的当指着主夸口，就是这个钉在十字架上，啊，十字架上的恩典啊，这个用这个做夸口了哈。亚利比书第9章24节，夸口的却因他有聪明知识，我是耶和华。又知道我喜悦在世上施行慈爱、公平和公义，以此夸口。所以夸口的不是咱家己的好行为，是因为上帝的主爱、公平和公义来夸口。哦，你申命记嘛真，亚利比书嘛讲真清楚啦吼，先知安尼讲吼，讲得爱靠信心啦，吼，不是靠这个律法啊行为规定安尼吼，所以伫这所在就已经真清楚咧表达啦吼。是咧，我这2字改一下吼，清楚。28节咧讲到一寡结论的概念，是讲，所以啊，阮认定人甲上帝建立合意的关系，毋是靠律法的行为，只有对信吼。所以足清楚啊吼，因信得称为义，因信得与跟上帝有和好的关系啊。所以这个所在的结论，会当讲是咱真清楚啊。保罗伫遮所咧讲，伊咧论这个律法夸口吼，伊感觉讲就是安尼认定啊啦。吼，这是已经拍板定案，这个足清楚、足正确的、足无法度去辩解的，就是用信心，咱才会当得救安尼啦吼。吼，就是靠着信心，毋是靠着律法，嘛毋是靠着行为吼。过来29节到30节啦吼。上帝启示只有犹太人的上帝，伊竟毋是外邦人的上帝，是伊嘛是外邦人的上帝吼。我想其实这段经文嘛免啥解说啊，因为足清楚啊吼，这个字面就足清楚啊。上帝毋是干那某一寡人的上帝，所以无啥物通夸口的啦。咱会当有上帝，别人嘛会当有上帝，所以牧师定定咧甲兄弟姊妹提醒就是讲，
犹未信主的人，犹未捌上帝的人，伊嘛是咱的兄弟姊妹啦。吼，这是非常重要一个角度思考吼。好，只有一个上帝，30节讲，既然上帝只有一位，伊互受割礼犹太人对神来甲伊建立合宜的关系，嘛互无受割礼外邦人对神来甲伊建立合宜的关系。伫即段，咱看到介绍，伊咧讲到建立合宜的关系，但是呢，建立合宜关系以外，佫有一个足重要的重点，无需要受割礼。这个概念伫遮咧出来吼，无需要受割礼，嘛会当甲上帝建立合宜的关系。啊，这就是咧讲到犹太人足坚持外邦人爱受割礼迄个概念吼。好，只有一个上帝，这当然带咱倒转去伫摩西的律法中间吼，无有别个上帝啦吼，袂当为着家己雕刻偶像啦吼，无论是天顶飞啦、涂骹扫的啦、害人咧受的，拢袂使吼。就是讲一个上帝的概念，唯一、独一上帝的信仰哦，这个是足清楚的吼。好，受割礼的人的上帝。受割礼的人当然是咧讲到亚伯拉罕以后才会伊的子孙孙后代啦吼。咱知影割礼是对亚伯拉罕甲伊家内的人甲上帝立约嘛吼。咱伫即个圣经伫发展了后，咱看见犹太人渐渐袂记即割礼的目的是甲上帝立约，毋是割礼本身啦吼。咱好那参像讲，牧师定定咧提醒讲吼，咱咧去礼拜堂即项代志，毋是咱的目的。咱的目的是即个要诚做过程，要诚做工具，互咱来甲要未信的人有关系，互因会通因为听见福音来相信，然后甲上帝有合宜的关系。今仔日的经文其实就是咧甲咱讲这个物件吼。好。所以保罗伫遮咧挑战啊，敢是干那亚伯拉罕的子孙犹太人，才会当得到即个甲上帝有合宜关系的稳定，毋是啦吼。所以咱来看来讲，另外经文讲吼，你们既属于乎基督，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咯。加拉太书第3章29节吼。我捌听过去我服侍教会的退休的长老，伊是太空总署退休的啦吼。伊就讲吼，我才不要当亚伯拉罕的后裔咧吼。伊完全无了解即句话的意思。这是咧讲伫信心内底的后代。因为相信咱要得到上帝的祝福，就好若亲像上帝应允亚伯拉罕甲伊的子孙共款，吼，是因为相信的关系，好若亲像亚伯拉罕的后代，要得到祝福，要得到上帝的救恩，吼。这是这个概念，毋是伫血缘顶悬啦吼，千万不要把它想成血缘的关系吼，这毋是吼。好，来，无受割礼人的上帝啦吼，有真侪人，特别是咱讲犹太人，因对伫上帝的创造创世纪咧记载甲因尾仔会认知外邦人，毋是上帝的子孙，毋是袂当得到上帝的救恩吼。即种的概念，甲创世纪上帝创造世界概念是完全相反的。如果你相信创造论吼，上帝创造世界，想使万命，全世界拢属伫伊的，那安尼，即句话就是成立嘛，就证明迄个犹太人毋对嘛，你袂当排除还未洗礼的人，排除还未受割礼的人，排除遐还未认捌上帝的人，因拢是上帝所创造的，因拢是上帝
字律，只不过是因无个别安尼尔定。我想咱爱用较开阔的概念来去看这物件安尼吼。好，31节，安尼讲，咱因为即个信，煞互律法失去效力吗？这个就是犹太人咧甲挑战的部分啦吼。保罗到底是反对律法吗？咧要废除律法吗？伊讲绝对毋是啦吼。咱颠倒是伫确立律法吼。即个现代中译本会翻译讲巩固啦吼，巩固意思是讲更加互伊稳固，毋是要甲废除吼。所以到底信心甲律法是势不两立，还是两个会当并存，而且是相辅相成？当然是后面啦吼。所以保罗真强调领受救恩、活伫上帝的公义、建立甲上帝合一的关系，是因为信。但是保罗毋捌否定律法的重要性，伊只不过是讲人无材料靠着律法来得到救恩来称义。所以咱会当倒转去看讲，犹太人故意来冤巧保罗的教导我伫咱的讲义这个所在有去讲着咱会当倒转去看安尼彼得后书第3章11节到18节的经文安尼啦咧讲着，这重复了我甲用掉。讲既然正的一切拢安尼毁灭，安尼安怎做人？恁的生活着圣洁敬虔，听候搁催逼上帝日赶紧来临。伫迄日，才会天会互火烧灭，天体会互火烧扬。毋过，咱伫听候的是上帝所应允新的天、新的地，伫遐公义永远得到建立。所以，亲爱的朋友，既然恁伫听候这的代志，伫上帝面前，着尽力追求，互家己无欠点，无通指责，通甲伊和好啦伫即个所在嘛，咱就看到讲，透过这上帝所应允的，要有新的天、新的地无去伊的经文无去讲着讲即个律法无效伊毋是伊无伊其实伊是咧强调，一个足重要的15节咧讲着将咱的主宽容看作得救的机会，这嘛通是咱亲爱的兄弟保罗用上帝赐予伊的智慧写批互恁的劝勉。伊所有的批拢有讲起即个事，伊的批有一寡恶理解的含彼得就证明讲，即个罗马书保罗所写的批信足恶的了解啦遮遐个愚妄无定性的人会甲伊曲解会甲伊曲解。拄伫甲因会曲解其他的经文共款，结果家己去取灭无啦所以，亲爱的朋友，恁既然大声知即个代志，就谨慎，才免互歹人的错误言论带去错误的路。我用彼得的批信来讲伫即段就是足清楚的伊嘛咧证明讲保罗无要，毋是咧甲即个律法单调颠倒是因故意曲解伊讲坚固的立场坚固的立场是因离开应该爱坚固即个立场，因为照伫律法要进入伫上帝所应允的救恩，安尼才对啦18节讲着伫咱的救主耶稣基督恩典下面对伊的人物继续进步，愿荣光归互伊对现在直到永远阿们。这是彼得所讲的下骹是现代中译本的好来，简单来讲，保罗伫遮强调咧讲着坚固律法
就好若亲像耶稣基督伫传福音的时，嘛有人甲伊质疑啊。马太福音第5章17节，因那讲：莫想我来是要废掉律法和先知，我来不是要废掉，乃要成全。希腊文的成全叫做甲伊充满啦。迄充满意思就是讲你爱有动作，佮爱甲伊变做完全的意思啦，成全的意思安尼吼。啊，这个部分嘛是当初时马丁路德改教了后，伊对伫因信称伊真追求，但是伊就真反对雅各所咧讲信心若无行为是死的。伊认为讲雅各敢若强调行为尔吼，但是你注意来看吼，雅各嘛无安尼哦，伊讲雅各书讲信心若无行为是死的。所以信心是很重要的。那行为呢，是在回应信心啊。你袂当讲我有信心，但是我凊彩做无要紧啊，毋是安尼吼。所以用伫安尼角度来看，就是讲保罗所咧讲即个律法的概念，伊毋是要来甲伊等去杀，但是伊强调信心才会当互咱得救，就爱相信耶稣是基督永生上帝的囝，然后甲上帝有建立迄个亲密和好的关系。上帝阳光就要甲咱同在，上帝风采嘛要甲咱砍掉的，上帝就甲咱同在，然后咱就会当甲伊有合宜的关系。大概今仔日个经文咧讲的部分就是安尼啦吼。好，讲到这，来，咱有要分享的无？还是有要问的？牧师，我加油。是。我提出一个点啊哈，就是因为以前都是念比较早期的和合本哈，对，我刚刚就查了一下哈，特别就是在今天的这一段经文的25节，这个算是核心的因信称义的这个点，在早期的和合本是用神设立耶稣作为挽回祭哈，那个时候就是我刚出信的时候就是读那个版本哈，然后因为旧约本身没有挽回祭这个祭的本身，然后从希腊文去看的话，这个挽回其实是挽回上帝的愤怒嘛，哈，但是后来的哈，包括后来的和合本2010年的版本，其实跟现代中文译本或者是新译本一样，都已经翻成赎罪祭了。其实如果是原文的话，理论上应该还是比较是挽回的这个概念。但挽回祭本身应该就是赎罪也有底的成的，就是它是。刚刚讯号有点断断续续。对不起，麻烦你再讲一次。说如果原话是比较偏向有挽回祭的这个概念，那这个概念应该是兼有第一个是挽回上帝的愤怒的这一层次，就是对上帝的这一层，然后也有赎罪的概念，因为献上了这个祭物的本身啊，然后就让上帝的就是对罪的这个愤怒哈，对罪本来就是对人犯罪的这个愤怒就是平息了上帝的愤怒的这个一。那另外的话是耶稣的宝血，就是为了这个罪的缘故去献上的这个部分是就是去免除了就是赎罪的这一个层次，是对罪，就是替代的这个罪。所以我某种程度我会觉得，就是原来的翻成挽回祭，反而是就是让我们有这两种层次，而不是单纯就是从赎罪的这一个层次去理解就是耶稣的牺牲而已，而是这个层次是有就是挽回上帝的愤怒，就是让神的愤怒可以止息了这个层次的意义，这是
我大概觉得说这个可以提出来再延伸再讲的，因为其他都已经翻成赎罪记，我们就会直接就觉得说是就是跟旧约的赎罪记。那当然，从一般的解释也是如此啦，就耶稣就是成全了这个赎罪，一次献上就永远献上了这样的一个概念。啊，我想要提的是这一点，因为也怕很多弟兄姐妹拿到的是早期的和合本嘛，哈，我们手边还有很多，他会不会说看到挽回记，跟其他的翻译不一样，我就提一下这样子。OK，好，弟兄，谢谢谢谢。其实赎罪记哈，其实赎罪记应该是说，我们不要就把它想成一个赎罪祭的祭典或是一个献祭，赎罪基本上就是一个赎回，哈，赎回的意思就是就像你在讲的那种挽回祭的意思，我们付出的代价，让这个罪的主权者放弃了对这个罪的处罚的可能性，啊，这个就是你刚才讲的挽回的概念了。那一般我们把赎罪记都把它浅化了，其实赎罪记它本身的救赎、赎回，它有多重的意思啊，哈。那我在看这个希腊文，它这个字基本上它也是从这样的一个献祭，然后将人从上帝的愤怒当中赎回的意思，这是正确的。谢谢建尧哥的强调这方面哈，我觉得这个部分我们真的是要好好的去思想，就是说像保罗在说的，借着耶稣基督，我们在跟上帝和好。这个和好就是把上帝的愤怒，因为耶稣基督的牺牲而消灭了。哦，这个就是刚刚在讲的，挽回或是赎回的那个概念了。哦，谢谢。谢谢牧师。还有吗？好哦，安尼咱今仔日就到这哦，来结束安尼。咱请连长长了带咱来祈祷好无？好，咱三个来祈祷。上帝，阮实在是真福气，会当成做你的囝儿，因为你找见耶稣，祈祷来到世间，为着阮的罪来牺牲，互阮会当定心，搁一届来到上帝你面前，成做你的囝儿，而且搁会当甲你有真合意的关系，阮献上感谢。为上过去，阮有做时阵，阮实在是辜负上帝你的恩典，主啊，求你来怜悯阮，继续来扶持，互阮行伫，会当甲你继续来行伫世间的路站，会当搁较少咱上帝你的疼，会当知阮会当有今仔日，拢是上帝你亲自用你的囝主耶稣基督。为着阮付出的，阮才会当得到这个权利，甲得到这个关系。阮一句伫遮也要做一个结束。我若感谢你过去，无论伫个教会，无论伫个建堂顶面，无论伫个人的家庭顶面，阮若回想起，阮实在是有这些，阮算袂了的恩典。阮求主你继续来扶持，来看顾，帮助阮会当时常警醒伫你面前。阮伫面前献上祈祷，感谢靠主耶稣的名，阿门。谢谢大家，多谢牧师，多谢牧师，晚安。晚安。晚安。